来，俗语讲了好。这一天，大家咧伫咧教室内底等待老师即摆上课进前咧，大辉甲阿婉所汹涌来冤家，我差一点要起骹动手。哎哟，这是什么状况呢？互咱继续来甲看落去。阿婉哦，阿婉，哎，哦，足奇怪，你袂使安尼啦。安怎？你这真正是袂，你真正袂使安尼。你想转啦，卖冤家啦！哦，真好，你个做这一件好无？好，卖完啦。你卖冤家啦！好，冤的啦。哦，那是恁唔知啦，我甲恁讲啦，昨天的考试啊，哎，昨天的考试，昨的考试啦，阿婉，阿兔，阿婉，2、3、4，你免甲我扛了啦，阿婉是我的名，你的名啦，你只要阿婉阿兔，你讲，阿婉，阿兔，卖个 Q 啊，卖个 Q 啊，阿婉讲，你要甲我 cover，结结果咧。哎，結果咧，我恁做表吼，唔通安尼啦，恁黑白来学。哎，等下，考试就要靠家己，那是做票哦。我要甲老师讲，对，哪个老师讲？唔是，过分啊！无，無啦，但我就甲恁讲，我就无做病嘛。因為阿婉講好哦，我給他一個西印啦，你要搞我 cover，一個西啦，吼，你知影無？西印啊，塞印，啊，你就會搞我 cover，結果啥物攏無啊，你就搞我插，塞，就你講的是什麼塞？就是我伫寫考卷的時陣，可梗啦，考卷的時陣啊，我就被弟弟安尼。哦，阿来咧，啊来阿婉就会叫我看伊的，好，就是你。我昨咧考试的时阵，我就想讲是啥物人咧？你哭吵，你敢无搁来好好安尼甲阮传染？原来就是你哦，唔是无礼啦，貌咧，唔是啊，伊是假啦，伊唔是真正的酷酷扫，我是假的酷酷扫啦，唔是真的啦。啊刷下来，我看伊拢无甲我吵，我就安尼只，安尼我就改就是你啊！哎呦，我就想讲，到底是向你我卡这票一直打，你想我对准你安尼改弹落来，对我的创好啦，伤刚你莫生气啦，气死伊啊！唔是故意的啦，因为你个表伤大啦。对，唔是故意啦。卖冤家，好好讲啦。是无？你逐个听我讲嘛。听你讲咧，对无？你讲啊，你讲，你讲好清楚哦，我跟你讲，听我讲，真是啊！代志是安尼啦哦，因为我家己袂晓写嘛，对不？我若家己袂晓写，我搁互你唔对答案，啊，你毋是甲你害着吗？所以我较无传答案互你嘛。你袂晓写，袂晓啊，你袂晓？袂晓啦，无读册啦，我都无读册，袂晓啊。啊，我安尼讲嘛有道理啊。你家己当啊，伊就讲袂晓，伊若是甲你害着要安怎？好啦，莫计较啦，莫计对啊，较。莫甲伊计较啦。真正莫计较嘛，你就袂去算去啊。你就是吵闹，然后你吵我困中觉。老师好。来，因为考试纸来分的哈。好。小吴，要你袂记家己的名。你嫁人过来读册？进修啦。对啊，进修部的啦。谢谢老师。17袂歹，你是拢食迄个巧克力啊？Lucky Seven。好。迄个小兴啊，哎，老师，哎，
食勉强哦。没啊68啦， 600啦，一路发啦。发你咧会68勉强及格哎，尔有啦，袂歹啦。后回看到佫进步无，好唔好？好，谢谢老师。迄个啱啱来，哦是，哎，中啊，我是感觉你读骹较大粒，唔对，哎，读骹应该袂歹，你应该会使考75分嘛。嘛是袂歹啦，有进步的空间啦。好，耶甲你讲，祝贺哎，主任嘛，哎，你袂歹，你袂歹，哇， 80分啊！会使，都想要哇，这个比真高真高吼！哎，大伯你来，我你是伫咧厝拢无咧读册哦？安怎啊？有啊，我你是拢咧困哟？无啊，我有读册。你咧上课咧困转去啊？咧困，你是顶世人困无够，即世人困来斗哟。会欠吼。夭寿啊！你考这敢袂效果一下？几分啊，老师？几分？哦，有进步啊8分，啥你考8分？你甲我就无人搞讲啊？无啦，我讲我会好好努力啊，后一摆会考好。我问你后一摆我就分嘅，你顶一摆考9分，啊，我这摆考8分，退步啊，真正是8分。卖就大声。我敲电话你老爸话，卖啦，我讲80万唔好，哦，欺骗恁老爸，你甲认真的好唔好？好。好呀，对，啊我呐，应该差不多。对啊，对，无读册你啊。无读哦伊，讲伊拢袂老师讲你无读啊，册，是零分啊，两伊讲你都伫差困。不多。来个我甲你讲，嘿恁爱甲阿婉啊多多学习，啊？真正无简单。来，全班上高分98分，尤其是大杯啊，你也较认真的，伊足加你90分。你搞我骗哦！无啦，做咩甲你骗我运气好啦？你运气好，你是话好，真好，你足过分的哦！啊，讲是朋友啦，拄则讲你袂晓，你无读册，哦，结果咧，哦，对，这是咧玩啥哈？不，你这摆向往气干，这摆是哪？啊？我就是。你向人眼咧看人98分，你8分你气干，你这根本就是羊仔见青好。个第二句俗语，请了。大杯，啊，你来咧？哦，哎呦，你等下拢咧做代志对不对？恁兜的煮饭拢爱你煮，碗拢爱你洗，你这可怜的。哪知老师？你搁可以上班，你无时间通好读册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考8分。我退步啊！要时钱还考8分，你甲我我就有人搞考无啊？讲。无啦，我讲我后一摆会努力啦。后一摆我问你后一摆，佮后摆呢你就退下啊！我甲你讲，迄个阿婉啊，你来我来啊，差不多啊，这差不多啊。我真正你较巧好，嘿，全班上高分98分，大杯啊，伊加你90分啊！伊都袂晓。你搞我骗？无啦，什么甲你骗我运气好啦？你运气好，运气有遮好，你考遮悬，拄则甲我讲你无读册，啊，即马咧，结果你98，结果你真正是。好，我你无代无志，你考8分人气甲呢？你即摆是安怎？你这真正是杨国民快饼，听无啊？拍破你！来，拄则迄个新闻，咱听了两句俗语：羊仔见青好，第一句嘛吼，第二句叫做杨国民快饼。这
啥无啥有，但这个情形，讲什么伊要甲卡无，无甲卡无，来，要这第一句叫做，伊用个想起个羊啊见青好，举手，羊啊见青好， 4票，诶，大杯你来这边，哦啊哦，你知？恁两个，恁四个跟羊啊见青好，是像啥意思？羊啊电青，因见为青，因为我就是拢食草的嘛，啊对，啊食草伊就看着青，安尼我就欢喜的。哦，唔是哦，有饭会当食，我安尼我读唔对，我当羊啊电青啊。迄是见青，因为电青啊看袂要哦。食物件。好，恁这边要一定是羊高面快饼，对，用高面快饼，你的见解是？因为伊中间有一个字叫做面面，你看面快饼有无？就是我面面啊，一些明白面面足紧的。我来听我水在你哈，你是这意思吗？嘿，我就是感觉伊的面变足紧，伊雄雄煞生气起来安尼。哦，面哦嘿，拄则就好好啊，啊就闭雄雄，哎呦，闭面安尼。哦，对，老师，第一句是羊仔见青好吼，头主任讲的，就是讲羊仔看到迄规大片的草啊吼，足欢喜，就紧去食。嘿，哦啊，拢无考虑讲边仔敢有别种野兽，还是讲这草敢有喷农药，啊，甲看着食，加算看着眼前的利益，拢无考虑效果啦。就像咱讲的，目睭看着果，啊，进去要共握起来食时，结果骹已经打着火啊。哦，所以做代志拢较无考虑详细啦，像讲为少年家咧拍起来嘛是安尼。因为见青好就看到这姑娘袂歹，一直安尼，拢无考虑效果，所以讲水歹无比止，介意较惨死。哦，所以这因为见青好是讲无考虑效果。啊若羊羔面快饼吼，羊羔面就是讲迄细只羊仔的皮，咱甲用来做迄个衫吼，啊因为较轻，所以小可饼一个伊就随饼面安尼，所以羊羔面快饼就亲像啊。春天后母面安尼啦，啊念伊好天，啊念伊落雨，啊猪大面哦画饼着饼，哦，画面。因两个本来是好朋友，结果一个8分，一个98分哦，两个就起配面咧冤家啦，所以本来做好的，即摆为着考一个变面，所以应该答应该是羊羔面哦，快饼。哦这个意思啊，哟，你就这意思嘛？对啊对啊，我知啊。上去3字哈，来佚佗，来拍拍过来者。